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水米，今日当欢喜来到大家分享有氧国标舞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先介绍我的2位助教，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谢祥义老师，好，右手边是我们的彭玉玲老师。好，运动是对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在运动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来暖身。现在我来带大家来开始暖身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动作是，我们的头先往前弯，1、2、3、4，往后5、6、7、8，然后呢再往左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复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，回正，慢慢的再将头来往左边绕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转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动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两边一起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我们来转动我们的肩膀，我们从左边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前转，左边开始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两边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现在请把脚张开，与肩膀同宽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做推胸的动作。好，先把胸往前移动，1、2、3、4，往后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两手举起，然后左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7、8，好，来手放下，好，这个暖身非常的重要。那运动之前呢，一定要来暖身。好，那他做的是身体的动作，也来做臀部动作。好，来做一遍。好，来开始臀部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加快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基本的暖身就都要的诶。接下来，俺就搞大家来跳我们的有氧国标舞喽。接下来，俺来学的是节奏步、扫腿步跟旋转步。好，它是一个组合的步诶。之前俺跳的节奏步，好，节奏步俺以前学过的哦。数转来，扭扭，
恰恰恰。好，右脚数再来 ，2 3，恰恰恰。好，这个是节奏步，我们之前学的。好，接下来扫腿步，这也是我们前面有教过哦。前面 2 3 4 and 1。好，扫腿下塞，好，扫腿的恰恰，好，节奏步再加扫腿步，再来加一个旋转步，好，要铺位短后宽，好，我们把它连在一起，一开始的节奏步 ，and 2 3，恰恰恰，收回来 2 3，恰恰恰，好，节奏步完了以后。我们做一个扫腿下塞恰恰恰，好，重心放在我们的左脚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把右脚收回，好，这边是 2 and 3，好，做一个旋转，往左边转一圈，打开完成。好，这是左边的，那我们右边也再来做一次，一样。收右脚回来 ，2 3，横的恰恰恰 ，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好，扫腿下碎步 ，and 前进 2 3 4 and 1。好，重心落在你的右脚，收回你的左脚 ，2 and 3。往右边旋转一圈，打开 1， 完成5步。好，这是一个组合步，非常好看。好，从头再来改多哦。好，再给谁多？从右脚开始做我们的节奏步 ，2 3，横的恰恰恰 ，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呀，之前就好过诶。接下来我们的扫步下塞，好，我们 2 3扫腿，好，退并 4 and 1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。新的是把脚收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把它 delay， 好，就是把拍子收慢一点，好 ，2 前半拍不动 and 3加快，好，这个 2 and 3加快。好 ，4 and 1的时候，我们身体转带脚，然后回正。好，这是往左边的5步。好，从右脚我们再来一回，从右脚开始收 ，2 3 4 and 1，再来左脚 2 3 4 and 1。好，扫腿 ，run day 3 4 and 1， 好，我们要延长半拍 2， 好，这个动作呢看起来是停留，但其实呢，我们有微微的把脚收回来 2 and 3加快，好，做一个旋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急着走脚，我们先让身体先转，身体转了再把脚带回来，打开回正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旋转步。好，我们再多练习几次哈。再从左脚开始，来预备，开始哦。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好，扫腿恰恰 2 3 4 and 1。好 ，2 and 3。左转一圈，然后收回来右脚 ，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 ，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好 ，run day 2，扫腿恰恰恰。好 ，2 and 3，转一圈。好，这是我们正面的。我们现在来侧面，来让大家看一下重复的动作，再做一次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。And 2
3，横的恰恰恰 ，Ready 2 3 4 and 1 2 and 3，左转 4 1 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 and 2 3，横的恰恰恰 and 2 3，恰恰恰 2 and 3 4 1，好，这是侧面的，好。按跳恰恰的时候，正常的拍子是4拍 ，2 3 4 and 1。我们的第4拍的时候会半拍半拍，好。可是呢，Vido 要跳舞有变化，好看，所以刚才我们的拍子有一点变化哦。呢，这个好，节奏部没问题，一拍一拍没问题。好，这边 2 3， 好，一拍一拍 4 and 1， 这是正常拍。不一样的，刚才有强调 2， 有没有？这个 2半拍半拍，然后再 4 1， 这算是变化的啊。这个是需要 Taiga 多几次的练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起带着大家来多练习几遍。好，从左脚开始。好，预备，好，开始 ，and 2 3 4 and 1 and 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and 3 4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1 2 3 4 and 1 2 and 3 4 1。好，刚开始呢，觉得这个步子有一点点复杂，那没关系，放轻松。好，放轻松，记在五谱之后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用强松的方式，好，不要把身体的动作做这么多，记得脚步就算对了哦。好，再开始，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恰恰的舞步，踏踏，横的恰恰恰，踏踏，横的恰恰恰，前进，打开，退并打开 ，2 and 3， 转一圈。并并，横的恰恰恰，并并，横的恰恰恰。好，前进，扫腿，恰恰恰 ，2 and 3， 转一圈，这样子就 OK 咯。好，啊，相信大家一天冇問題。嚟試看咧，對下音樂。好，準備 1 2 3 4 1。好，这是正面，换一个方向，再一次哦。好 ，1 2 3 4 1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胸后摆。1 2 3 4 1。You're being shy and turn away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.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. Everyone else but you. Baby,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. 好，非常的欢喜，大家很认真的听听，喺度嚟跳呀恰恰。好，非常欢喜，今日就到呀。